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二百天风采在台东草城过大家在会，尤其太马里乡嘅客家庄、Q 乡兰，韩国系在前过参谋，罗峰峰发也过厉害，甚至很唔得的。台东县政府现时打算要请慈济基金会来填起永久网，也讲会替土地重划同都市计划嘅行政长期向全力配合，将会打造一个新嘅释放村。不过，乡兰村的土地价格系10年呢，后续还会有证书分批也等问题。有位村民抢上的囤货嘅账好来，也算提起家嘅土地向重建，畅快恢复正常的日子如何？政府无嘛详细嘅方案，还个配套措施，来村民家庭要用哪种方式来重建？后续怕会有韩国多位问题哦。那位风采美屯村民靠以来落实的农业韩国设计大黑的。救上国家路无黑的，村民唔知要用嚟过日，家人又变啊里里来来，行一铺要用嚟行呢。风采来啊，真歹呢啊，都强到要死哦，个变变棍哦，真等于强呢。哦，比如个蛋糕拢我发摕都改片去拢同。一张讲铜板都无用的啦，连拢爱装铁的啦。公园风采类加下嘅天气，乡兰村民还系脚下拍无。最近喷啊，那用的空都空唔得，伊妈唔敢吹去啊，按台风啊，都地波是无水，望出头紧少，按裤垫都可以偏甲白下嘅啊。强烈风采200天，今年出发打造对推动电流带来台风台水。推动还出现8公年内忙时入界17级巡检情况，尤其电流嘅素材太马里乡提升速度上乡，再进洞场。迄阵就一直要落，乒乓叫啊，对无？我就开始摇头啊问啊啦，吼，我就叫天公伯，我天公伯袂使了，往台北你无甲遐大，我会惊死啊！讲到解暗部，李下讲还能看得出佢就极强。啊，即马听到风飘飘，我都活要惊死啊！啊，惊嘛安尼，要安怎拄着啊？台马里嘅桥向栏系推动南北公路巷位置嘅客家总头，总督嘅罗佛峰受过嚟行推议，实地200风采当中，快到动厉害。拥有这样的房子，然后还有很有特色的那种文化在哦，我都觉得好欣慰。可是这次回来，什么都变了。空了，飞走了。福都某办行内，新冠调度也动空动不安。照推动人政府统计，乡兰村台州有80栋嘅户个快铁，其中40户全毁但唔得嚟。窗门玻璃啊破铁啦，就封起来，就较脚拿个棉被啊，去挡那窗户啊，就动它5分钟，动唔停就等于。吹到推3、4步倒下去啦。风采过后1礼拜，村民府下浸到水界新界吹山都变强烈，不过村政府下则喊起老风采涨高改下冇嘛受涨。武汉球仔整合经验，当年为家把沟通天法，为总督嘅太太时期中头抗压，根本冇吹条，顾到自家不下。喂，你好。哎，还有一户是也是有啦，就是等于差不多3户啦。哎呀，他那个毁损，就像大概是40户到37户左右。村民的事情先用用好他来做家己啦，因为这村民的事情较重要啦，伊几多清洁，伊都希望去天数用啦呢。有当全冇的，台湾我起来就看到天当高，从游出来嘅生命也是做对强势用地为保护嘅策项，价自己唔上架嘞。重新过再来啦，系啊，冇用就较面对安尼。我看做唔到水木嘞，跟我当到现强强嘞啊，哎对嘛，咱下面点样办做啊？强势又好大所谓啊啦哈，看政府我都样办重建嘛。看街道上有办帮我们啊，不然我们也无能为力啊。
只能看天而已啊。虽然福哥已经淡的，东道村民还是今年重内设计屋下5年离开。我都无关系去做的，我就较早来遮，我都大关系啊。有人故冇人故，为材料冇材料，就为是做啲尝试性用补铺，肯定无当。了伊迄讲个网上有个眼香香的呢，也是意思讲先装一下落水，莫个跌到那些安尼天天呢，你一下都会反弹呢。我感觉这间厝你无重新用吼，已经没有用了。再来过100个150是安怎度？我拢袂晓住啦，已经我都惊着，我拢袂晓住。你即摆安尼用去吼，嘛是无啊，你本来这该用啊。看政府怎么处理，然后释放什么，让我们有可以贷款或者怎么样，让我们重建我们这个家园。不然这个客家文化的东西，全部把它从整理过就变没了，没了就真的太可惜了。最主要我们是要房屋的救援呐，我们物资已经够了，因为我们随便吃也可以过一餐呐。房屋毁损的那个补贴的机制，那个是最快的。可是那个是政府就是给钱，政府没有办法说我针对这一户来，我来帮你整个屋顶修好。我现在没有这样的机制。东道村民认为政府老重点用伫市区老观光景点，冇从事下配个受水严重嘅灾区，太马里才提居民嘅身份重建，推动人政府社会境，已经成立重建工作小组来谈重建。在几天前跟慈济有谈到这个问题之后，我们就立刻组成一个工作的小组，因为它牵涉到的可能是土地的地籍的问题、地用的问题哦，然后牵涉到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公共设施，要不要借着这个机会做重新规划哦？那大家的土地如果说是形状零零落落哦，我们要不要借着这个机会把它合并起来，然后依照大家的土地面积重新去规划，让它更整齐一点。譬如啦，就100平做的话，就是剩60平安尼，有的地方就变土路或个公园安尼，系啊，要减少啦，所以都要跟村民沟通安尼啦。啊，我的地那么宽，莫名其妙被拿走了，规划什么？我们林业自己花了一些，我们是希望他帮我们，盖这个铁皮屋就好了啦，盖这个铁皮就好了。我们不要那个规划啦。说实在啊，因为耕田的就是要地方宽啊，要换车子呀，换一些农具嘛。假如那个重划起来是好啦，住家是很好啊，可是我们耕田的不好啊。香兰村单单系私人土地，讲为重划咁就按规。基本上土地是私有的啊，这个问题不大。部分为了让大家居住的环境更好，需要牵涉到征收，那也要这个大家能够一起来配合。一般自地重划，它跑就可以跑10几年了，还何况我们这个刚要开始的，它不是说像。慈济他之前在那个山林乡那边盖一个大爱村，那是直接政府直接一个公有土地几公顷给他去重新做规划啊。问题我们这边不一样，我们这边状况是土地几乎都是私人所有的，所以他这样要卡在分配的问题。我们香兰社区还是有部分是有375减租问题的土地，屋主跟地主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可能会影响重划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。有人送木卡本唔好嘛，啊，天来减一些的，啊，带安全啦，啊，就尽量跟佢哋沟通啦。这位村民希望做定眼提重建也是掌握改革恢复正常身份，不过政策冇清楚，佢哋也唔敢请采取去做。那就地重建部分呢，其实也还没有很明确的方针是说，是不是有全额补助的方式啊，还是说全额贷低利率，还是说半补助半自付的方式，就也没有一个确定。重建方向合会到村民嘅希望冇，还有东道详细嘅部分会考虑来规划，村民未为入强势。不过2百份材料唔但抢损害到户个，村民做到类似嘅牛肉老虎狗，也受损叫上客家。前面比较矮的可以先给它打上去啊。比较上。
伊啊，我要说通旁要剪铁，庙的水管通旁要剪铁，就通旁用枪我个重打了啦。推動牛肉當然係全體肉日北日元，係推動從肉嘅經濟作物。不過呢把鐵風菜類達到安快，唔單搶牛肉都走睇咧，染紅嘅沙士也旺到搭搭。按一份天也下用起嚟，空天哦，就差唔多25萬到30萬。好，啊也掹到平平，啊愛個用起嚟，通常愛拆過，差唔多一份天差唔多愛50萬。啊也下你嫌冇人有冇？假使個運氣，一公斤搶到5000，滿搶會起。禮拜再說牛肉嘅現金救助一公斤係3萬6，不過政府對牛肉嘅政策係唔鼓勵、唔禁止、唔輔導，農民為眾多爭議，係難堅信。正如生基輔下嘅負擔也半風險強烈，人呢也受強，看嚟人呢都冇奈何，也唔知為到哪做意思。咩唔知啊？唔知用去啦。而家啦，目前啊，攏嚟用看天啦，唔知為哪做戲啦。天天呢做啲樹嘅先用起嚟樹啊，油本嘅爭個用，油本嘅爭個用啊，冇一樣做咯。佢家轉體家吼，唔係講轉呢片天咧，佢要轉到呢片內啊，你看呢痕跡啊，有冇？吼，先打來打去，轉過嗰邊仲轉過嗰邊去啊，幾個筋吼，都幫斷強強咧啊！種類10年嘅復國，至前鋒率全冇強咧，農民為交出冇物質。都好會樹咧啊，長差不多50公斤。就係樹咧，風菜類，風菜咧，強，呢就係講哦，豐收了，風菜樹睇嚟，豐收了。上個上次在講啊，116年的最大的風我們碰到了，5年前莫拉克最大的水我們也碰到了，對唔對？還有嘛個芒都狗嘅，哎，打隻比方講啦，哦，我一急住1年度下來做啲45-60萬係幾多？你啦，然後一急住9萬，啊前2年呢，第3年呢，啊啲轉貼嘅，我種用嘅，好，我增煙呢，貴數會入來，擘計多錢啦，政府兩萬樣補助吼，唔啦，就我靠一家啦。復國嘅債情暗慘，很有能力嘅農民也成為價格劇行起來，價格高眾多轉移。唔過殊榮嘅東險，農民都老心百度為去搶，希望有為個定價經驗添。但是現在最近，因為大家農民很多都是果園都毀損，所以那個缺苗的情況非常嚴重。那有時候就是變成說自己要想辦法去留種子來去育苗。可是那個幾率也不高啦，因為今年夏天落果的情況非常嚴重。王建總講，當到標題類中嘅農民都將求5種類，推動復國產業為完全恢復，提莫為5-6年。現今啊，真多人看煙都冇去啊。送信啊，有啲人病起嚟啊，就講嗌人去標題，好，人去標題嚟講，標題嚟種，100、110天，都忙翻提出啊，冇咧。我們已經經歷過88風災哦，已經前後加起來有7年沒有收成了。那今年是第一次開始有收成，又被這個強烈颱風打到，結果又造成我們又要從頭再來。復國在嗰種因為第3-5年長住好少，兩期間農民生活為係動態嘅問題。所以希望政府能夠針對這個空窗期的這3年到5年的時間，不是就是等待而已，而是希望可以給我們農民再多一點的，短期作物上的技術指導啦，還有一些補助啦，或者是說一些別的可以增加收入來源的那些行銷上的一些方向，會比較有事實上的幫助吧。
提挑世界清理复原工作差唔多前好嘞，不过种种问题就天天了出来。中额度大家运用嘅重建，村民嘅橋市運用嘅偏減，產業經濟運用嘅來恢復，客家嘅傳統老文化就運用嘅上上路。風采過後嘅向南村，重建路安倉，還有當道嘅挑戰落考驗。